我今日今日来敬拜，再走啦。妖花想使我一切大阮，我要用心的来报答伊。我要捧起救阮的杯，又叫妖花的名。我要伫伊正面神面前对妖花写我的愿。这是咱来因此有了上帝，正是217首，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，正是217首，正给你来感谢。我是信心，我是信心，我会教会。
以天文59篇，天文59篇，罗马书10章。咱重新来去，我来用嘴宣认，耶稣是主。因为人心信就得着称义。圣经原来记载，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为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个人。毋过因都无信，哪会求救伊？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照圣经所记载，全部方言人，伊个脚领哪会安尼水？伊才了讲，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有个互我便问，因检真正拢毋捌听见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第三堂先来祈祷，先来祝我听宝贝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大主宰，搁拯救我，充满全世界的宇宙，用慈悲疼痛扶持阮得到永生的祝福。因讲伊新的活命甲阮同行，虽然有异常，恳求主帮助阮大家勇敢来面对一切。今日是神的主日。阮台湾人教会敬兄弟到咧圣殿，同心敬拜主上帝。恳求圣灵充满伫阮的会中，带领阮的敬拜，上帝丰富的祭献出哩面前。金牧师甲金牧师娘已经顺利转到台湾，去外国探亲休假，把亲像经过4个山谷，后把被上帝的赐福甲保守。平安无拄着伤害甲孤单等的事，感谢主。目前疫情是全世界各国际逐个出关键时刻，尤其台湾需要咱大家配合政府的规定甲政策方针，共同努力，并引所有人甲各行各业恢复正常的运作。今日交讲台是本堂董水良牧师。讲到圣灵界同在，伊所讲的道，加定阮的同在甲勉励。阮来为着出外当兵物件，信仰年老的长辈，参加四信礼拜的，并袂通到圣殿来敬拜兄弟，变成阮大道。由此亲自眷顾保守，并合家平安。祈祷奉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
我心充满无限的感恩，感谢阿英和俊山水的歌声。这是咱要来看今天的圣经，伊要来书第5章12节到14节，伊要来书第5章12节到14节，伫个圣经254个所在，我会较快做嚟看，因为论到时的久。 恁家己做先生，若是也欠人，讲上帝的话，才会小合的气头教你，搁诚侪欠人呢，无欠人5个，原来诚呢个无老练的字的道理，因为伊是婴仔，多多诚成人的食5个。 真正对现实来练达，较会分别好歹。这是要从时间交互董牧师。咱搁再一摆三角来感谢，特别阮感谢你来甲圣殿仰望你的荣耀，主阮求求你今日。 伊的圣神伫阮心内底来运行，祝互阮能看到你的话语，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，拢要成做阮头前会顶。祝阮也恳求你用圣神来开启阮的心、阮的目睭、阮的耳孔，互阮能听到你真理的声。感谢你，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 因为这大家平安我要继续顶礼拜我所讲的这个议题，就是咱爱活伫上帝的目的的内底。上帝创造咱有伊的目的，所以咱是不是咱的一生有活伫上帝的这个目的的内底才有摕到5个目的吼。第一个就是敬拜上帝。 第2个就是团契，第3门徒训练，第4就是服侍，第5传福音。顶礼拜我有讲到敬拜甲团契，咱小可搁来复习一下敬拜就是咱爱甲上帝建立迄个疼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是疼，伊为着疼来创造咱每一个人，所以敬拜就是咱爱甲上帝建立迄个疼的关系，所以咱的生命爱以上帝做咱的中心。但是以上帝以外的人事物做咱的生命的中心的时阵，迄就是拜偶像啦。当咱若拜偶像的时阵，咱就袂得到平安，咱会忧闷，咱有压力咱会惊吓。所以咱生命内底若拄着即3款的现象的时阵，可能咱爱开始去看咱的生命是毋是有以上帝做咱的中心。搁来团契，团契就是咱爱合适来听上帝的厝内底的人。上帝伫地上设立一个家庭，迄个家庭就叫啥？叫做教会。上帝用教会来成做咱学习听的一个教室啦。所以我有讲过，敬拜甲团契，就拿这个12个同款。第一这个关系是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甲上帝建立偌济听的关系，咱对上帝遐领受偌济听。自然，咱会甲咱的听，甲咱的团契，就是咱边仔的兄弟姊妹来分享。所以敬拜甲团契，这是咱甲上帝、甲人的关系。今日咱要进入第3个主题，就是门徒训练。上帝对起初伊创造咱每一个人的计划，就是安怎，爱咱参像伊的囝儿耶稣基督同款。所以上帝伫创造的时阵，伊讲爱安怎，咱就照家己的形象、家己的款来创造人啊。所以上帝为咱所定的这个人生上
最后的这个目标，毋是爱咱伫这个地上，爱咱安那来享受，互咱逐工安那营营无代志，毋是安尼。伊是安那要互咱的灵命不断用来成长，到最后咱的性命用参像耶稣基督参管。所以门徒训练最主要就是要培养咱的灵命用成长，用成熟。来成做耶稣基督同款，所以第一要来书伊就讲咱应当来离开这个道理的初学，来得以进步到完全啦。所以当咱洗礼伫教会当中，伫上帝的厝来出世的时阵，伊毋是爱咱一直做假呢的这个样啊，上帝常时愿意。得以爱咱伫即个家庭内底，咱会用长大，咱会用来成熟。伊毋望咱的性命用哪来哪参像耶稣基督同款，咱的思想参像耶稣基督，咱的感觉参像耶稣基督，咱有耶稣的心思意念啦。所以上帝爱咱伫地上来完成来做，爱符合伊的目的的第三项代志。就是门徒训练，就是培养咱属灵的一个成熟。什么是门徒训练？门徒就是学生，意思就是合适的人啦。所以门徒训练就是上帝爱咱一世人拢做一个终身的学习者。咱一世人咱拢咧学习，咱咧学习啥？来参像耶稣基督同款，迄就是门徒训练上大的一个意思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一直爱成熟，咱爱持续来成长，毋通来停止啦。咱爱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，无管你即阵是偌大的岁数，毋过有真侪基督徒信主的时间足长的。毋过安那，伊的灵命无成熟，信主10年、20年，哪参像食年的婴仔同款，有缘无法度来食五穀。所以，咱若看到一个性命无成熟的一个基督徒，伊的生活、伊的即个性命，甲即个未信主的人拢同款，差不多啦。问题出伫倒位？就是因为伊属灵的性命的根基拍了无好，因为基础拍了无在啦，所以伊对真理完全无清楚。所以当外口的即个环境若改变的时阵，伊就安怎？就对外口的即个价值观去，对外口安怎做，伊就安怎行。所以无参像一个基督徒，伫伊的心内底有耶稣基督的眼光，耶稣基督的心思伫伊内底。所以，不管伊的生活拢充满着压力，充满着埋怨，伊的生活无喜乐，无平安。所以，怎样知影咱是毋是属灵的性命成熟咧？伫希伯来书读书的所读的这段的圣经第5章12节甲14节，伊安怎讲？论到时的久，恁着家己做先生啦。若是有欠用人将上帝的话，才会小学的起头教恁，搁诚做欠用呢，无欠用五穀。伊咧讲啥？恁早都应该爱做老师啊啦，做先生啊啦。毋过呢，你伫无安怎？你的灵命无成长，一直搁咧食呢啦。所以。灵命有成熟无成熟，一个指标之一就是安那做先生啦。咱拢知影，咱对细汉，咱会读幼稚园、读小学、读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所以咱是一步一步安那，互咱的即个知识，咱的读壳内底的即个智慧，随着咱的年龄，咱有计划来去安那接受即个教育。毋过，咱入来教会内底的时阵，咱有想看觅哦，
咱是毋是参像咱咧读册共款？咱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一直到研究所安尼。咱安尼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去训练，来去锻炼咱的灵命的成熟。咱有当时无安尼做，所以伫遮咱拢知，咱若无去读册，12年国民教育，咱会安那？去这个政府发钱，会叫政府掠去关拢会。啊，毋过咱伫属灵的生命内底，咱无安尼培养呢，咱无安尼照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安尼一直来呢，所以咱无足有系统来训练咱家己。所以伫遮咱甲咱讲，咱爱富上咱的时间啦。上帝期待咱每一个人生的阶段，拢用真做先生、真做老师，来互咱周围的人来得到利益啦。所以咱爱有系统、有阶段、有计划，来互家己属灵的生命用来成熟，互咱用真做咱的囝儿、咱的朋友，也是咱的同事，安那来影响因啦。咱是毋是信主了后一个时间若久的时阵，咱的灵命成熟甲，咱会用真做一个影响我周围的人的一个基督徒。这是咱爱提醒的，咱爱安那进入迄个培养家己灵命成熟的这个课程内底。再来，另外一方面，咱知咱生命的成长咱拢安那，这个素食主义吼，现在是素食主义，咱拢茫讲安那，咱紧紧哦，都去参加一个聚会。哇！伫个聚会内底，上帝就甲所有的物件拢予我啦。伫遮爱记哩哦，成长需要时间啦。当咱为着家己成长的速度来担忧的时阵，上帝所关心的是咱成长的内底，咱的生命有迄个强度无？有没有那个强度？迄个品质是毋是有？还是咱一直咧走的时阵，咱拢无个倒来看到，咱家己到底迄个训练咱的生命的品质是安那？文道训练最主要的训练啥？顺服主的一个过程啦。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13节，伊安怎讲？直到咱众人得信，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，到成一个完全的人。到得到基督充满来忠诚迄般啦，所以安怎门徒训练，都是互咱每一个人长大成熟，一直甲参像基督的生命同款。所以最后的目标是啥？完全参像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旅程是一世人的啦。我讲即阵的人追求即个素食主义，追求速度，咱拢是期待讲去听一场的讲道，研讨会，也是一遍的经验，上帝马上解决我人生所有的问题，除去我一切的试探，互我安怎成长的痛苦完全拢无去啊！我心内所有的问题拢已经解决啦。上帝当然会用行即个信仰。毋过，伊选择要互咱的生命用安那慢慢来成长啦。是安那？因为要培养一个伟大的一个心神，爱经历着真实，爱经历着真济的苦难啦。伫苦难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来培养一个坚强伟大的一个心神啦。咱的生命迄个厚度才会够啦。所以上帝讲咱的啥？生命的品质，伊无爱咱安尼足紧的。伊用80年来陪伴摩西，其中40年伫倒位？伫旷野甲因丈人顾羊啦，顾羊真无聊呢。我想摩西的心内一直咧期待，一直咧期待。我咧想伊是毋是定定咧问上帝，是这个时间到未？偌难的时间到未？上帝定定甲讲，也未啊！所以咱每一个人
参像雅各书所讲的，当咱伫即个咱独着吞忍，互伊甲成功，互恁完全交臂，无欠亏为止啦。就是咱伫咧学习咧温度训练的时阵，咱毋通咱的性命还未成熟的时阵，咱就感觉讲哇，这速度伤慢，咱就来放弃，毋通安尼。咱爱互咱的性命一直来成长，甲交臂，甲无欠亏为止啦。所以毋通在乎那个速度，可是咱一定爱温度训练。哦，我最爱这句话，就算是瓜牛，只要有毅力，也可以走进方舟。不过你无行，你就啥？无法度进入迄个那大船，你就互大水冲走。所以每一个人爱记哩。咱慢慢啊来，是上帝要安那起造咱的性命。不过，咱一定爱安那爱温度训练，吼，这是第一个温度训练。第二，咱来看服侍。每一个基督徒拢爱有一个人物，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生观啦。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观。吼，咱伫旧约、伫新约，我捌讲过。咱被上帝拯救，马上进入服侍。咱来看路加福音第1章74到75节，伊安怎讲？互咱已经脱离这个对敌的手，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诚用义无惊来服侍伊啦。所以呢，脱离对敌的手，耶稣基督将咱对敌的手拯救出来，是要安怎？就是要一世人伫伊的面前来服侍伊啦。进入迄个救恩，就是进入迄个服侍内底，所以是一世人的服侍啦。咱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5节遐，咱看到当彼得的丈夫安那发热病有无？伫厝里发烧，耶稣看到一个蒙医，安怎烧就退去啦，伊就好。咱看接来伊安怎讲？于是他起来服侍啥物？耶稣啦。所以咱看到彼得的丈夫和主耶稣基督医治了后，伊马上起来。用伊的健康的身体来服侍耶稣基督，所以咱嘛应该爱安尼。咱被耶稣基督来服侍，是为着要来帮助别人，要来服侍别人。咱互耶稣基督得到真大的祝福，是因为咱要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被耶稣基督拯救，是为着要创啥？要来服侍伊啦。所以得救毋是应用这个，咱等咧上天堂，毋是安尼。但是安尼，你会感觉你想看卖啊？安尼上帝是安怎爱咱伫洗礼的时阵，咱得救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牧师讲你有愿意无？愿意，就甲咱接去天顶。安尼搁较紧，是毋是？有拯救嘛？所以咱答应的时阵，认耶稣基督做基督的时阵，咱心就来上天堂。安尼上紧，上帝是安怎要甲咱安那留伫即个沉沦的世界？伊甲咱留伫即个世界有伊的目的啦。伊就是要爱咱学习慷慨，伊要爱咱学习用伊所赐予咱的即个恩赐、甲才能、才调、甲时间、甲机会来去服侍人啦。所以咱就看到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安尼讲，逐人照所受的恩赐，三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典的关键啦。所以伫遮咱有看到上帝爱咱用伊的恩赐安怎彼此来服侍人，服侍人就是服侍上帝啦。经文无讲到讲，咱爱用好好啊运用上帝所赐予咱的即个恩赐，啊，甲才调来赚大钱。上帝无安尼讲哦，吼！上帝爱咱用伊赐予咱遮的即个能力，遮的属灵即个属灵的恩赐，咱的心，咱的气力，
咱的经验好好来帮助咱，来彼此来服侍啦。所以伫遮真重要的，主耶稣甲咱教导，灵命成熟哦，本身毋是上落尾的即个目的，灵命成熟是为着要服侍。这是甲咱拄仔所讲的即个门徒训练，门徒训练最主要的目的是安怎？要训练咱亲像耶稣基督共款。咱亲像耶稣基督了后，咱爱安怎？成做耶稣基督共款来服侍人啦。所以咱看到主耶稣基督来甲即个地上，伊咧服侍人，安那是一个奴仆的服侍。伊去接近真侪罪人，接近真侪即个伫社会互人看袂起的人，伊的服侍是一个仆人的服侍啊。伊的苦来甲伊的学生洗脚，所以即个耶稣基督要爱咱学习的，都是即款的灵命，即款的灵命。互咱照着服侍来显出耶稣基督的疼。咱若无门训，咱的即个服侍是安那？照着咱家己的意思来服侍。咱的服侍是安那？为着要得到别人的普声的服侍。咱咧活着迄个别人即个眼光的内底的服侍。别人甲咱学落的时阵安那？咱足欢喜的。别人甲咱批评的时阵，我要服侍啊！甚至离开这个教会，所以服侍真重要的，就是主耶稣教导咱爱学习伊即个啥，伊的性命的款式。所以灵命成熟本身毋是最终目的，最终目的就是安那，都是为着要服侍啦。所以当咱的灵命长大的时阵，咱才会啥？咱才会甲咱所知所捌的，照着服侍带出咱的性命，带出咱的信仰来，这最重要的。你讲哦，我这个人，我圣经哇读甲吼倒背如流啦，神学我嘛足熟的。我感觉我家己若亲像耶稣基督共款，毋过咧，我都无服侍。人家知影你的性命是亲像耶稣基督，所以一定爱服侍基督徒。咱若无服侍，咱的性命是死的。亲像加利利甲即个死海，咱来做比较。加利利是一个足活泼有生命的即个河啦。因为安怎？伊接受水，伊嘛排出去，死海咧，甲接，一直收，水流甲伊也流袂出去，到尾咧变草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嘛是共款。咱安那每一礼拜伫遮。相信咱拢听足侪牧师的讲道，咱参加足侪的查经课程，咱有读足侪，互咱的即个生命会用成长者的课，咱的头壳内底底满满。毋过咱若无服侍，咱就亲像安那死海共款。因为安怎假会要入无出去嘛，所以爱会记哩，咱爱照着服侍来显明耶稣基督的生命伫我内底。服侍讲实在，毋是咱人类的本性啦。咱每一个人拢安那，足爱人甲咱服务的，有无？咱无迄个兴趣来去服侍人。特别伫即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哦，教会嘛受到即个消费主义影响足大吼。有人来教会，因所想的是啥物？我要找一间教会，用来满足我的即个需要，甲祝福我的教会。所以咧，因安那去教会的时阵呢，因就开始安那去餐厅共款，伊菜出我要歹听，遐歹食。你服务生服务了态度无好，互伊一个差评，有无？咱即拢足爱安尼吼。互伊负德安尼吼，互伊领袂到钱。有当时咱的教会也是安尼呢，涂骹无清气，歌唱了歹唱，无好听，钢琴噪音，菜歹食，有共款无？咱有当时定定受到即个外口影响，咱甲迄个习惯，咱甲迄个价值观拢带来咱的教会内底呢。
所以咱来教会内底，毋是讲啊，咱教会倒位无好，啊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啊，我是毋是会用来安怎来服侍，主动来服侍？咱毋通伫教会内底，咱拄着遮个状况的时阵，咱啊，咱是毋开始批评？啊，这啥物人做了无好？迄啥物人做了无好？爱会记伫教会是咱的厝诶，咱大家拢是即个家庭的一份子诶。恁兜有一个自杀的时阵，你叫恁妈妈讲啊，你都无扣分差评，会安尼无？你饭都无通食，我来讲。啊，毋过咱来教会内底，咱定定安尼呢。吼，所以咱看到，咱定定是安那，咱要互人服务，咱无爱去共服侍。吼，所以下摆哦，咱来会记，咱是基督徒，耶稣的军队者，无应该问讲啥物人会来满足我的需要，应该问啥？我会用安怎来满足别人的需要？这足重要的，吼，这足重要。咱期待得到别人的服务，毋过当咱灵命来成熟的时阵，咱应该爱安那开始去服侍人，开始去服侍人。哦，所以这足重要的。有一天呢，你会徛伫上帝面前，伊会安尼问上帝问安尼问，你有好好运用我赐予你的这个才能，赐予你的恩赐，安尼来彼此来服侍人无？明仔载。后礼拜、未来一年，你是毋是会用参像即个鱼的家共款？伫未来15年，我互你继续活咧，参像大笔啊，即个诗篇所问的问题，哦，所问的问题，伊安怎讲？大笔讲，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，我要用啥物来报答伊咧？上帝，我这大恩，我要用啥物来报答伊？我会一生一直爱问家己，一直拢爱问这个问题。我发现哦，咱每一个人拢在敲找咱人生的意义啦。意义哦，无对这个咱到底是毋是领偌济薪水来？咱是毋是伫社会足有地位？咱伫社会是毋是足成功的？这拢毋是生命意义。主耶稣甲咱讲，当你愿意付出你的才能的时阵，你才能证明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。这足重要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咱爱服侍啦。咱的服侍毋通照家己的款式来服侍，咱爱照着耶稣基督的款式来服侍。咱若看到咱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有倒位需要来改进的，是咱逐一个人的责任，毋是某一寡人的责任，毋通互咱的教会负评，对咱的教会无帮助。再来最后传福音，最后上帝爱咱伫地上所做的代志，都是咱爱去甲别人讲上帝的疼。咱来领受上帝的疼，咱来认捌上帝的疼，同时咱嘛爱甲即个疼来分享出去。基督徒伫地上，毋是讲为着要享受上帝的慈爱尔，上帝同时嘛爱咱甲人来分享啦。咱爱甲即个疼来分享出去，这叫做传福音，为着上帝来做见证。所以咱已经看到，上帝毋但爱咱伫教会内底有服侍，同时伫地上咱有一个使命啦。所以服侍是服侍信徒，使命是啥啦？就是服侍遮的未信者啦，就是还未接受福音来信主的人。所以服侍是啥？服侍是服侍基督徒啊，使命咧。使命就是咱对这个也未信耶稣基督，这个未信者，咱有一个责任，咱来甲上帝的救恩、上帝的疼，拢来安那来甲因来分享啦。使命就是差遣，所以基督徒就是被上帝差遣伫地上做耶稣的代表，这就是使命。基督徒是被差遣到世上为耶稣基督做代表的。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18节，
伊安怎讲？佮万行事拢是出自上帝，伊对基督互咱甲伊过好，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过好的即份互咱啦。所以咱看到伫遮上帝已经互咱一个使命，即个使命安那，就是当咱若经历到咱家己甲即个上帝过好的即个好的见证，咱就用即个见证。搁去安那，互别人知，互别人安那，嘛甲上帝搁好。所以伊甲即个积分，甲即个使命，拢赐互咱每一个人。所以当咱看到我们看到咱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即个使命有一个共有的，也有独有的。这咧讲啥？这是一个群体，这上时嘛是一个个人的哦。共有的就是一个群体。独有的就是自己本身，所以呢，伫遮什么是共有的？共有的真简单啦，就是咱教会全部的人的责任啦。教会全部的人的责任，啥啦？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一个身体，主耶稣伫地上安那用伊的即个伊33年的时间，伫即个教会所建立教会，所以伫即个主耶稣离开世间了后，伊伫地上，伊咧传上帝国的福音，伊来拯救即个世间人，伊来招即个十字架的即个过程，嘛成做咱教会的使命，爱记哩。所以苦难是咱的使命。定十字架嘛是咱的使命，因为这拢是主耶稣伫即个在即个世间的时阵，安那伊所要完成的代志。主耶稣离开了后，遮的责任，啥物人爱承担？咱教会，所有教会，所以这都是共有性，也是群体性啦。讲到这个独立性的时阵咱就大家坐咧等我都袂晓读圣经，读圣经也读无透，神学训练也毋捌受训过。要叫我传福音会惊无？会惊，我毋知要安怎讲。牧师迄个传福音是要安怎传啊？要安怎讲即个福音啊？有无？咱是毋是定定会有即个困扰？伫遮真简单，我甲大家讲传福音无困难啦，会记你上帝主耶稣爱咱做啥？咱就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，耶稣讲：当圣神降临伫你的心中的时阵，恁会得到快乐。你要去甲全世界，红字，咱来读，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爱咱做啥？见证人。主耶稣爱咱做见证人。毋是爱咱做伊的律师啊，安尼知无？咱伫法庭内底见证人爱讲啥？我所看到的，我所经验的，我所做的代志，老实甲法官讲就好。伊无要叫你做律师，律师都爱安那所有的律法的法条，拢爱安那，拢爱知，伊爱替人做辩护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即个见证人只有讲。这是我看到的代志，我所经历的代志，我所知的，这就是见证人。而且每一个人拢是上有权威的见证人。安怎讲？这的故事，你信主的故事，甲你家己知尔，甲你家己一个经历尔。这个经历是独一无二的，这是有专利的，你知无？别人甲你完全无共款。所以上帝爱咱传福音，是爱咱做见证人，毋通做安那。律师啊，毋通为着上帝做律师毋免为着这来辩护。所以呢，咱毋免捌足侪圣经甲神学，咱就用来做一个见证人。咱就甲咱信主的过程来人来分享就好啦。所以有难不困难啦。不困难无要叫恁亲像我安尼，拢去读神学2、3年、4年读神学、读圣经，咱才来传福音。没有，做主的见证人，爱记哩。好，来，
咱若想吼，咱伫天堂吼，袂使做，伫地上会使做的两项代志。第一个是啥物？犯罪。第二个是啥？传福音。啥呐？天堂无罪嘛吼，所以伫天堂袂使犯罪吼。即个天堂去天堂的人拢啦，大家拢基督徒，你伫啊传福音无效啊啦。所以天堂无法度做的代志，伫地上有法度做两项代志：犯罪甲传福音。所以伫地上，上帝爱咱做啥？犯罪吗？毋是，绝对是传福音。所以爱记哩，咱伫地上上大的责任，就是安那，就是传福音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好好啊，用咱的即个时间，用咱的财情，伫地上遮有限的时间，咱来投资甲永恒的即个代志啦。传福音就是能够将地上的有限转为永恒的事啊！所以传福音就是安那，将地面咱所有的有限来积财宝伫天顶的工作。所以路加福音16章第9节，伊讲安怎？伊讲我也甲恁讲，着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甲钱财了去的时，因接要接纳恁入永远的帐篷。这则经文很有争议性，你感觉无？很难解释啊！耶稣叫我用金钱去共保罗去共收买人心，毋是安尼。伫遮上主要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互咱的金钱，咱爱安那用伫因带人信主的这项代志，你会得到永远的朋友。当你上天堂的时阵，你会看到因伫天堂安那，伫遐来欢迎你，伫遐来接待你。这敢是地上上好的投资吗？这敢是地上上好的投资吗？咱人死无法度带走任何的物件，毋过圣经讲，咱用照着投资遮要去天堂的人，将咱遮的即个地上有限的物件投资伫天顶，变成永远的物件。这就积财宝在天啦，预先寄过去啦。所以提摩太前书第6章19节，伊讲为着家己积蓄好的地基，备办后来的事，互因牵条真的换命。咱来为着家己积存这个真正的财宝伫天顶，这是伫地上上好的投资啦。因为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有咧讲，主耶稣无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伊愿意人人拢用来悔改。所以当你来发现，每一人甲生命结束的时阵，有一个永恒的归宿，一个是地狱，一个是啥？天堂。咱真的爱安那，爱提醒咱家己。咱是毋是有来传福音？有人因为咱的缘故进入这个天堂啦？当有一天咱登去天顶的时阵，是毋是伫遐有人讲我实在是真感谢你，因为你当时来我来分享这个救恩的福音，互我今仔日会用伫天堂，所以我爱感谢你。咱有一天咱来去天堂，咱拄着这个人，甲因相拄的时阵，甲因见面的时阵，这敢是上喜乐的代志？这敢是上欢喜的代志？啊，是咱去到天堂，哇，无一个捌的，都害啊！所以咱人生上大的成就，都是伫遮。咱甲地上有限的，要转为永恒啊！传福音，积财宝在天。所以你若阁有认捌的人，伊也未信主，你感觉啥物人应该为着这个人来负责？都是咱啊！每一个人啦，所以咱应该伊的名写咧，咱为着伊来祈祷。咱听的人也未信主的时阵，咱一直来祈祷。咱来邀请伊入来教会，咱每一天来为着因来建立关系，来传福音互因，来分享咱生命的故事。这就是传福音，这就是传福音。最后。那我要用这段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，伊讲：
阮甲主当着埋，也劝恁毋通空空受上帝的恩啊！咱拢是上帝的同工，我要劝你，既然你已经接受上帝的恩典，你毋通互即个恩典安那白白浪费、白白的落空啦。所以，咱来记最后一句吼，不可白受他的恩典啦，就是不要让这个恩典落空啦。所以，咱的一生毋通互上帝伫咱心中所有的恩赐落空啊！互咱的生命好像一辈子走过了，也是落空的。所以，咱爱会记哩，上帝创造咱每一人伫这个地上5个目的。咱回去，咱能不断咱来想象，咱来反省，咱是毋是有活伫上帝爱咱做的这个目的的内底？咱若是安尼做的时阵，我相信上帝，亲像我顶礼拜讲的，这个施洗者甲上帝求这个寿命的时阵，伊予伊15年。咱若是照着上帝这个目的来活的时阵，我相信上帝毋那欢喜予咱15年、30年、50年，甚至100年拢愿意予咱，因为咱活出上帝的款式伫这个地上，咱有荣耀伊的名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阮知。你将阮每一个人创造伫即个地上，阮要成做耶稣基督的款式。我要用耶稣基督的款式来服侍人。主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阮用那得意伫家己灵命的成熟的面顶。主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阮看到阮身躯边个有真济阮厝内底的人，也是阮的朋友，也未信主。阮的心非常的担忧，主，阮恳求你，当阮对伊有负担的时阵，主，互阮用阮伫地上有限的遮的时间、财情、甲金钱，来将这个福音来传互因。主，阮恳求你，将这个负担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底，互阮有热切来传福音的一个心志。感谢你，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妹，咱来应答上帝话，圣诗538首，欢心大欢喜，主在身边。圣诗538首，请跟你来应答首。
报告教会消息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。礼拜后请留来大家来交易、甲请安。第二，感谢陈先生、陈信宇同学，伊个已经有迄个功德，以及咱教会一年的实习，今仔日结束。咱感谢伊一年来的辛苦，为伊将来的服侍，去道路来提倒。第三，7月到8月暑假的时间，开始要将派多数3年的苏贞同学，伫后礼拜7月3日，就来教会来实习。咱欢迎伊前来办工。第四，下主日是国中开拓教会奉献主日，吴千柱牧师将要前来分享讲道请安，将个主要将要去获得教会高华讲台。以下咱请大家来汇报，咱做什么补充？我来报告吼，咱即个新学生吼，对顶年7月一直到6月吼，伫咱遮来实习一年的新学生吼，陈心怡吼，伊伫3年前吼，伊是马来西亚的侨生啦吼，所以3年前伊经过即个马来西亚的总会的即个奖学金来读大神吼。所以伫即阵伊已经要毕业啦吼，虽讲即个论文较慢才完成，毋过若完成了后吼，伊就去教会学师。真欢喜的代志是，伊伫今年的1月1号吼，伊结婚。伊的即个伊的先生吼，嘛是同班同学，所以伊先生会伫今年的8月1号，伊就会受派去教会来服侍啦吼。所以伊未来应该是随夫来服侍吼，所以伫遮咱嘛为着伊来祝福，嘛为着伊将来的道路吼，求主继续来引带，咱特别请伊来起立吼，来用鼓仔声来感谢伊，伫今年伫咱南门吼做真好的工吼，来，刚刚前面来好吗？谢谢吼。伊甲即个主日学青年个少气吼，拢传了诚好吼，所以咱特别感谢伊吼，伊的辛苦吼，再次谢谢吼。支持上营387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爱、圣神的相通，甲人间大家伫地，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遮济灭道避讳。